管达通过反同志法案，干涉同性恋上当会去判死刑，支持多元性别活动嘛可能被起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访问罗西亚，两国发表联合声明，讲是要透过和谈解决乌克兰的危机。同一个时间点，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嘛去到乌克兰，岸田文雄是答应讲会继续援助乌克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月突然间改变行程访问基辅，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伫咧莫斯科甲总统普京见面，两个所在离800公里，所是俄冲突延伸出去的外交对决。岸田文雄去发生大屠殺的布查店向受难者献花。改めて今日ブチャの地に足を運ば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て、こうした残虐な行為に対して強い憤りを感じます。岸田是结束印度的访问了，突然间改行程去基辅访问，表达对乌克兰坚定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岸田5月七大工业国家组织 G7 峰会邀請，伫山頂參加。伊講北京與北京參加由烏克蘭提出來堅持俄國撤軍的和平方案。Китаю ми і публічно, і дипломатичними каналами передали нашу формулу миру і запрошення. 岸田人伫咧基輔時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伫咧俄國訪問。即間俄國2台戰略轟炸機伫日本海天頂飛7點外鐘，敢若是回應岸田這段行程。伫莫斯科，中俄兩國簽聯合聲明，習近平甲普京宣布，中國提出來12項要點和平方案，無重大進展。Объявила не только о поставках танков на Украину, но и снарядов с объединенным ураном. Похоже, что Запад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решил воевать с Россией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украинца уже не на словах, а на деле. 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中國伫聯合聲明強調，就要尊重每一個國家合理安全關切來解決衝突。這種講法是配合戰爭。莫斯科講出兵烏克蘭是為了要防止美國加北約加烏克蘭變做反俄羅斯的據點。雙方強調，負責任的對話是解決問題上好的方法。公司新聞吳文明編輯。美國前總統 Trump 涉嫌喺2016年的競選期間，提前予色情片的女名冊要求伊甲喙踢咧，要甲人講因婚外情的消息，莫影響伊選舉。雖然 Trump 本人是無承認，不過伊是這禮拜真有可能予人以這件代誌，予人以干涉政治獻金來起訴。Trump 本人甚至個預告講，家己會去互抓起來，這是引起 Trump 的支持者甲反對者佇咧街頭冤家，警方嘛佇咧現場警戒，防止起衝突。有學者就分析，這款代誌看起來是歹代，不過短時間來看，顛倒會讓人更較關注 Trump。紐約的川普大樓外口，一個支持者甲抗議民眾互相搶聲，法庭外口也有民眾舉着抗議標語，指控川普有罪。紐約街道上這種緊張的情形，全部攏是因為川普有可能在本禮拜予檢方來起訴。川普這擺做調查的案件是2016年競選總統期間，涉嫌向色情片的女明星丹尼爾斯支付13萬塊美金，大約代票400萬的風吹無影講的費用，要求伊對兩人婚外情這個代誌來保密，卻是以法律顧問費來報銷做介紹。檢方懷疑川普動用競選經費來付這條錢，正在調查是不是觸犯選舉獻金法規。之後，川普可能將做美國史上頭一個遭到刑事起訴的前總統。Whether it's the Mar-a-Lago raid or the perfect Georgia phone call, it was absolutely perfect, or the Stormy Horseface Daniels extortion plot, they're all sick, and it's fake news. 有學者講，川普真高價調查變黃金，加爭議轉換真多，回做人氣的機會。幾工前，川普就有過家己的紅利，號召民眾來聲援。雖然這個出面講，所謂調查攏是民主黨人的迫害行動，個人計劃未少支持者出面來收聽。I'm from Louisiana. I came up here actually just to enjoy myself. Some other people were supposed to be coming just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as free Americans about the illegal witch hunt of our former president, actually ou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And we know that there's between 35 to 50%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that's really strongly supportive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And whenever we see him in the news for whatever it was, whether it was the documents at Mar-a-Lago or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y tend to rally behind him, at least in the short run. 不过专家怀疑，川普要为这案件正伫心理，时间也拖较久，共和党人恐惊会失去耐心，转而找其他更加适合的人来参选。而川普若真正被起诉，虽然无妨害参选，不过真难搁再扩大选民的支持度。公视新闻张回斌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乌克兰，宣布追加5亿的美金支援乌克兰，而且以主办国的身份邀请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参加5月举行国峰会。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限制干涉中国半导体产业。不过，亲像南韩的三星电子、SK 海力士等等，若是10年来中国抢的产能扩大会当压力的5%以内，就不免受罚。英国探视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在咧无危害国家安全的条件之下，情报单位也分享甲新冠肺炎起源有关系资讯，包含中国武汉实验室的相关情报。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俄罗斯借去的克里米亚半岛早日爆炸。本地要提供予罗西亚军使用的巡弋飞弹，运送的半中路去互放弃，怀疑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发动攻击。目前乌克兰的官方也无说明。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本地是按算要提供新型的战车予乌克兰，不过对制造到运送要2年，所想换改送改装的陆军战车，上计是今年的春天提送第一批到位。来看美国是又搁发生肺癌红亚裔死亡的事件。这个月初六有一个肺癌的查甫人被对监狱转移去精神病院，过程当中煞死亡。根据这精神病院的画面，这个肺癌的查甫人是予7个警察甲3个医护人员压力，怀疑是因为无法度喘气来过身。这同齐是压人的警察甲医护人员，即阵是予以谋杀罪起诉。为画面会当看到一张远景，为正边顶头的门卡口，甲一名脚手拢有手铐的非洲裔查甫人拖入来，先拖到桌仔边，了后佮决定押着查甫人到桌边的碰椅边仔。这是这个月初六，非洲裔查甫人奥提诺互警方为降压要转去维吉尼亚州的州立精神病院。奥提诺伫碰椅休困一阵了后，毋知虾米原因，佮互较侪远警围调压制。在连边仔穿蓝色衫裤的医护人员，至少有8人同时阵缀伫奥提诺身躯顶。中途佮增加压制人数，这个过程大概11分钟，一直到因发现查甫人无咧叮当，才发现伊已经无咧喘气啊。赶紧下方做心肺复苏，又援救袂转来。检察官表示，初步尸检是因为无法度喘气造成死亡，嘛对当时在场压制7名员警甲3名医务人员以二级谋杀罪起诉。而这个人，真侪人嘛是非洲裔族群。Those 10 criminals, I was happy to hear that they were indicted. And that is just the beginning step. 被告辩权律师克伦普认为，伫非洲裔族群有心理健康问题时阵，真侪时阵无互当作是医疗问题，是看作犯罪问题。警方伫处理这个代志时阵，才造成这寡有精神疾病的非洲裔人士无命。奥提诺的家属看到监视画面，情绪拢真激动，认为有精神疾病的人无应该因为种族受到差别对待。后来维吉尼亚州的州长杨金替奥提诺讨公道。检察官已经表示，考虑要对10名压制的人提出另外指控。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东非国家乌干达社会是真保守，咱国会是通过反同志法案，只要牵涉同性恋的行为，也是性别认同，相当是会去互判死刑。而且就算本身不是同志，不过是支持多元性别活动，嘛有可能会互起诉。这条法令内底，甚至佮规定百姓是有义务要甲政府举报同性恋。乌干达国会拜二以387票对2票通过反同性恋法案，唔但禁止同性恋的行为。性少数等等性别认同，嘛会封定罪，相当会当互判死刑。咱若亲人甲朋友，还佫有社区，嘛拢有责任向政府来举报。It was also intended to protect our cherished culture, the legal, religious, and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of Ugandans. The bill is also intended to protect our children and youth who are made vulnerable to sexual abuse through homosexuality and related acts.
乌干达原本就把同性恋看作是违法的行为，法案嘛明定讲，若是以同性恋行为为目的讲性侵，或者是把囡仔掠去卖，上当会去互关一世人。个人或者是机构支持或者是资金援助 LGBT 相关的运动甲组织，出版一个广告，或者是散布相关媒体的素材，嘛会去互起诉甲监禁。就算乌干达当地 LGBT 的族群也批评讲，反同志的情绪会致使因暴露伫网络甲暴力的风险当中。不过，总统穆塞维尼伊就捌伫公开的场合，甲同志屁上甲口舌，伫伊的威权统治之下，伊嘅言论拢去互禁止。The homosexuals are deviations from normal. Is he deviant by nature or by nurture? We need a medical opinion on that. 非洲有30多个国家禁止同性恋的关系，真侪在地人拢是保守的宗教立场甲社会价值观。公司新闻杨间编译。伊斯兰教一年有一届斋戒月，这段时间穆斯林日时袂使食物件，是连水都袂使啉。要等到日头落山了后，才会当食物件。所以家家户户拢会提早准备食食，暗时食好较澎湃的。斋戒月结束的迄天，就亲像伊斯兰教的新年，大家拢会欢喜庆祝食好料的。不过，因为经济本地就无好的阿富汗甲黎巴嫩，即阵阁拄着物件万项拢咧起价，民众要穿斋戒月食食，开销加真上重。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市集，诚久无看来采购的人潮，家家户户拢为斋戒月来做准备，出来买果子干甲果子豆等等的食材。前塔利班2021年掌握政权，国际制裁互阿富汗陷入经济危机，物资欠缺，民众的消费能力是减真济。ماه مبارک رمضان هم دیگه کم روزا مونده فعلا دیگه خوب از بد نیست دیگه و تا آمادگی که 镜头转到黎巴嫩，因为国家腐败甲长期管理不良，当地2019年开始陷入历史上上较严重的金融甲经济危机。全国600万的人口，有3/4变甲真散车。一礼拜黎巴嫩的钱汇率是创下新低，市面上普遍采用的乌市美金的汇率达到1比12万。差不多比官方的汇率加一个0，粮食价小大起，民众斋戒月买物件负担是真重。سيء كثير بالنسبه لارتفاع الدولار الوضع تعيس صاير هون ما فيك تشتري شيء كنا نقول بالاول ناكل بصله خبزه وبصله بدل اللحمه ومش عارف شو هيجي علينا رمضان ما حتقدر تكمل السفره على السفره اللي عنده عائله شو بيعمل انت بتقدر تجيب صحن الفتوش ما بتقدر يا خيي 伊斯兰斋戒月是为伊斯兰历日的9月份开始，而且以各国新月出现的时间会有1-2天的前差。今年斋戒月为3月22至23开始，4月20或者是21结束。这段期间，穆斯林为出日到日头落山，以无食物件、无啉茶来净化心灵，提升信仰。日头落山了后的开斋饭是团圆甲分享的时刻，家家户户拢尽量食较青草的。不过，在全球通货膨胀、经济压力真大的情形之下，今年的斋戒月恐惊是真歹过。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